一個內地男人嚟香港做網約車司機，承認違反逗留條件等19項控罪，還押候判。庭上透露，個被告自己喺香港買車嚟接單。警方舊年加強打擊白牌車，喺8月一次行動，警員放蛇拘捕39歲被告曾玉林，並且扣查佢駕駛嘅電動車，佢係車主。案情話，警方調查發現，被告以訪客身份來港，透過高德打車，以用戶名黃師傅接單，而賬戶係借舊同學嘅香港身份證登記，佢舊同學並唔知情。而程式記錄顯示，被告2個月內接載咗超過600次車程，收入達到73000蚊。報稱住喺內地嘅被告喺粉嶺裁判法院承認17項違反逗留條件，1項非法載客取酬，同1項冇第三者保險而使用汽車罪。處理主任裁判官香淑嫻關注被告嘅犯罪得益高達7萬幾蚊，辯方回應話被告買車亦都有成本。裁判官反問專登買咗架車嚟犯法，辯方話被告買入嘅電動車仍然未供斷，好大機會都係得個吉。又話被告犯案時間大約係2個月，對本地就業市場影響唔算最嚴重。裁判官先為被告索取背景同經濟狀況報告，押後到1月26號判刑，被告需要還押。無綫電視記者翟月文報道。